突發號外啊！非深圳居民購新能源或者混能小汽車上粵 B 牌，政策延續到2026年12月31日。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參考量子爸爸之前講汽車嘅影片，總共有3集，了解一下深圳購車步驟同埋資料。亦都有朋友有網友表示，唔使用居住證，只要港人身份都可以成功取得增量指標。自己可以先去官方度了解查實一下嘅，方能作準。因為量子爸爸就已經申請咗啦，所以大家就麻煩自己去了解一下啦。現在影片展示咗呢係新政策嘅相關資料，各位可以定格參考一下內容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香港駕車嘅環境有啲改變。例如香港推出咗好多國產嘅電動車，車價仲比以前平咗好多，車輛牌照費加咗價，香港停車場費越嚟越貴，汽車嘅油價有升冇跌，違法抄牌頻密咗，call 車就嚟合法化啦。又如果大家好似量子爸爸咁喺深圳已經上咗粵 B 牌，又或者各位已經長居內地，大家就會可能考慮將香港部油車賣咗佢。而大家亦可能有其他原因想取消港車北上，例如換車啦，又例如暫時冇需要架車，又例如身體不適揸唔到車等等。今集就係同大家講解取消港車北上嘅流程，以及有啲乜嘢其他係需要處理嘅。歡迎大家參考本片，更加希望各位能夠留言提供進一步嘅資料嚟幫助有需要嘅港人。取消港車北上有以下幾個主要嘅步驟，部分就視乎需要可以省略嘅。大家又睇下自己有冇遺漏到，又或者睇下量子爸爸有冇做漏到。如果有，就麻煩各位去留言建議下，讓大家互相幫助提點。以下大概有11項事情我哋係需要注意嘅，大家留意下影片嘅內容，我會慢慢逐一講解。1. 聯絡運輸署取消港車北上。 2. 確認內地註銷港車北上車輛。第三，保留封閉道路通行證。取消港車北上最重要嘅就係取消封閉道路通行證。方法非常簡單，大家只要發送電郵去到運輸署，標題注明取消港車北上申請，括號裏邊寫返自己嘅車牌號碼，並且附上申請人嘅身份證明文件副本。發送電郵之後，首先就會收到運輸署嘅電郵通知，你嘅封閉道路通行證已經被取消。然後你就會收到港車北上信息管理服務系統所發出嘅短信，表示相關部門正在跟進你嘅申請。如果各位係比較擔心嘅，喺呢個時候我哋都可以上網登入港車北上信息管理服務系統，查閱審核嘅進度。呢一 part 有幾樣嘢要留意嘅。第一個就係留意下你哋電郵嘅供應商，例如大家長期喺國內生活嘅話最好就申請一個 QQ 電郵去跟進所有任何國內有關批核嘅申請嘅事務。我喺早前嘅影片就有提及過噶啦，原因係喺國內係有可能用唔到其他外國電郵供應商嘅服務嘅。當然，如果你有一卡兩號，咁就冇乜問題。而量子爸爸最近發現國內嘅中國聯通可以用到部分本來備受限制嘅香港或者外國服務。不過呢啲嘢唔知幾時又用唔到嘅，所以最好都係申請一個 QQ 電郵，就比較萬無一失。第二樣要留意嘅就係登入港車北上信息管理服務系統。如果你唔係用電腦，用手機瀏覽器嘅話就要注意啦。
先將手機瀏覽器切換成桌面版，先至能夠顯示所有功能嘅。而量子爸爸發現有部分國內版嘅手機啦，內置嘅瀏覽器當連接港車北上信息管理服務系統嘅時候，會發生阻滯或者唔成功嘅。所以大家最好就先安裝咗 Firefox 或者 Opera 之類嘅瀏覽器，再以智方便嚟登入，就會比較穩妥啦。登入或者查詢港車北上信息管理服務系統嘅步驟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而家影片嘅介紹，我就唔詳細逐一講啦。又或者大家可以用智方便登入粵省事，亦都可以查詢相關嘅註銷申請情況。不過資料內容就比港車北上信息管理服務系統嘅較為精簡，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如果大家唔係換車又唔係賣車，唔取消港車北上都未必好嚴重嘅。但如果你準備賣車嘅話，又唔走去取消港車北上係會嚴重影響接手你部車嘅賣家，搞到架車可能再申請唔到返大陸噶啦。所以希望大家將心比己，做事大家好頭好尾。大家會留意到喺申請港車北上驗車嘅時候，有一張感應卡黐實咗喺擋風玻璃嘅，呢一張卡就比較難處理，就睇下大家好唔好彩甩唔甩到落嚟啦。坦白講，呢家嘢真係唔知邊個偉人諗出嚟嘅傑作。要完全確認內地註銷申請已完成，量子爸爸實際上就冇收過明確嘅短信通知有呢個確認嘅。所以都係登入系統查閱進度會比較清晰。至於保留封閉道路通行證，即係張20MB 嘅張紙啦，主要都係日後有啲乜嘢有得跟下，自己清楚啲，唔一定要保留嘅。整個註銷港車北上嘅過程，量子爸爸實際嘅情況就係4個工作天就完成所有程序。下一步我哋要講解嘅就係註銷粵通卡。4. 保留粵通卡及粵通卡機。5. 取消粵通卡。影片中係量子爸爸擁有嘅 ETC 粵通卡機型號。後期嘅朋友可能會用直接支付寶扣款嘅機種。如果大家係用量子爸爸呢一款嘅話係唔需要去粵通卡服務中心就可以註銷呢一張卡噶啦，並且申請退款。方法就好似而家嘅視頻咁，我哋去微信打開廣東粵通卡 ETC 小程序，按服務，再按 ETC 產品註銷，再按立即辦理。我哋根據指引，大家要上傳回鄉證照片，要將粵通卡剪斷，再傳上有編號嘅照片，要將粵通卡機有編號嘅角度拍照，輸入退款入賬嘅個人銀行戶口賬號資料。所以申請之前最好準備定以上嘅所需物品同埋資料啦。順利確認註銷申請之後，量子爸爸大約2至3個鐘就收到短信通知註銷成功，然後就要再等15個工作天去處理退款嘅過程，就完成所有嘅程序啦。部 ETC 機就係紀念品嚟嘅，唔需要歸還。我哋係得到官方嘅服務員表示嘅。下一步就係取消易出行啦。由呢一度開始所講解嘅資料就假設大家係會賣車或者換車嘅，如果唔係嘅話就唔需要留意噶啦。6. 保留易通行車貼。7. 取消易通行。如果大家賣車或者換車，就要註銷易通行。登入易通行，喺選單裏邊，我哋揀我的車輛，再揀我的車輛，然後車輛登記號碼，再揀管理，然後從戶口中移除。我哋可以返回我的車輛，
如果車輛資料已經取消嘅話呢，就即係代表成個過程就已經完成噶啦。再強調一下，如果大家係賣車換車嘅話呢，仍然係有幾件事呢，我哋需要留意或者要做嘅。8. 取消內地車保。9. 賣車。10. 取消停車場車位租賃。11. 取消香港車保。關於取消車保問題呢，如果該年嘅車保一般保期未超過半年或者以上，通常係有得退保嘅，不過都係要各位呢諮詢自己嘅保險公司方能作準。至於內地嘅車保呢，如果係自己有跟開嘅微信車保客服，喺微信大家溝通呢，佢就幫到你噶啦。如果係代辦嘅呢，咁我就唔係太清楚有冇咁樣嘅服務跟進啦。咁大家都可以去翻自己買車保嘅公司裏邊嘅 APP， 揾下客服去了解一下。我哋又要留意一下時間序嘅問題啦。內地車保呢，當我哋成功取消咗港車北上之後，就可以即刻搞噶啦。至於香港嘅車保呢，賣咗架車先至好搞，因為架車呢係會喺香港度行嘅。我哋要揸過去車行度賣噶嘛，係咪？咁係必須有車保嘅。另外，如果係換車嘅話呢，份香港嘅車保同埋佢嘅 NCB 或者 NCD 啦，係有機會可以轉到去新車嘅。所以麻煩自己問下自己嘅香港保險公司，先至能夠作準。希望今集幫到有需要嘅朋友。拜拜。